耳其反对党好党主席阿克谢奈尔女士批评执政党正发党忽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近日，22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联署信件，敦促中国停止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押和监控。这些国家中没有土耳其。阿克谢奈尔说：“你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挑战全世界的吗？至于突厥人，你们为什么保持沉默呢？”第11届世界东突厥斯坦兄弟会议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让来自18个国家的民间组织代表、政治家、研究院和宗教人士汇聚一堂的会议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为期4天。这项大规模活动由东突厥斯坦教育合作协会组织。会议开始之前，在载体波尔努文化和艺术中心举行了开幕式。中国的年轻工人数量迅速下降。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年，导致年轻人的数量迅速下降。这一趋势将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据统计，到2030年，中国15至64岁的青年工人数量将减少7000万，老年人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17.8%。土耳其向外界公布俄罗斯交付 S-400防空导弹系统组件的图像时，五角大楼却出乎意料地保持沉默。五角大楼已安排18点15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发表评论，但新闻发布会突然无限期推迟。另一方面，北约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我们的军队在管理行动和任务方面协调工作至关重要。俄罗斯已经开始向土耳其交付 S-400防空系统，土耳其已经收到了第一批相关设备，土耳其成为世界上拥有该系统的第4个国家。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同时拥有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的唯一的国家。S-400防空系统能够摧毁所有类型的有人驾驶或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巡航和弹道导弹。据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希腊出售价值6亿美元的 MH-62直升机和配件。通过此次出售，希腊可以为更高层次的北约目标做出贡献，但这对该地区的平衡没有影响。